丙年常年期第31周星期三，彌撒讀經反省分享。早期教父亞歷山大的聖祭禮錄，以耶穌允許我們愛家庭，但不可超過愛天主作為主題的講道詞。聖祭禮錄說，馬竇福音第10章第37節，主耶穌說：誰愛父親或母親超過我，不配是我的；誰愛兒子或女兒超過我，不配是我的。而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節記載同樣的話：如果誰來就我，而不惱恨自己的父親、母親、妻子、兒女、兄弟、姊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不能做我的門徒。他在此加上超過愛我或不惱恨家人的字句。顯然主耶穌是允許我們愛家庭，但不可超過我們對他的愛。他要求我們將最深的愛情獻給他，這是完全正確的。在心志臻於完善的人內，對天主的愛超越了對父母所應有的敬愛，也超越了對子女所自然流露的情感。因為愛天主應在萬有之上。